每一天，无事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初4，诗篇94篇19节安尼讲：我的心节节忧闷挂虑，你的安慰就互我的心情快乐。大家来祈祷，赐阮心灵平安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艰苦中的扶持，是阮伤心时的安慰。主，你对阮讲，我是安慰恁的。你是啥物人？既然惊迄个会死的人，惊迄个要变做亲像草的世间人。主啊，阮真济时，阮看重是受人的尊求甲看见，阮伫意的是别人的看法甲感受，所以阮惊别人对阮的伤害，阮也惊失去别人的肯定甲安慰。总是，阮竟然袂记哩，所有的安慰甲快乐是在伫你，所有的愿望甲快乐是你所想事的。主啊，愿阮拄起内心的焦急，单单爱因为你的安慰来得到欢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伊的安慰甲扶持时刻甲咱三个伫地，互咱对伊来得到真正的欢喜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